即马这杯看起来普通，敢若牛奶呢，但是有一寡无共款的所在，有啊掺酒丁伫内底。老实讲，这种气味吼，我毋捌食过，我今仔要来试看嘛。伊掺足侪酒甜伫遮，啊，佮这牛奶掺落吼，伊个气味佮更加无共款，酸酸、香、甜，非常的特别。好的酒甜食起来爱甜、爱香，佮爱有口感。伫咧果贸市场制作酒甜超过30年的头家娘，伊选用台湾本土的糯米。因为发酵出来的甜度甲香味，迄是国外进口的糯米无法度比的。不过纯手工制作的酒甜，爱一边顾火，搁爱一边冰米，非常的费工。酒酿这个东西哈，它算是很娇贵的东西，一定要非常的干净，不管是你的容器啊，哈，你的锅具都要很干净，而且不能沾到油。那个火候也要注意，因为如果说有时候你火候太小，火候不够的话，哈，那个米就是怎么蒸都蒸不熟啊。你有时候火太过的时候，哈，米蒸太烂了，那发出来的酒酿它是会酸的。等于讲爱好也受热平均呐，安尼你做出来迄个酒酿哈，也会发酵出来的东西。才会好吃啦。头家娘甲阮讲，过去老一辈女性伫咧生产了后，做月来的时阵，特别会用酒甜来补身体，因为内面有丰富的维生素 B 甲氨基酸。即马遮也有真侪人厝内定定用酒甜咧炖猪肉，是一出真时尚的菜色。头家娘自因妈妈的手头传承这个酒甜的事业，真侪人讲，因自囡仔食到老，若食一喙老气味，都会想到过去的故事，甲怀念的人情味。遮有一寡老人啊，吼，还是讲囡仔吼，喙齿较无啊好的吼，食即碗上拄好。哦，即碗就是因用即个番麦，啊用一寡小白菜、香菇，吼拍脆安尼，啊规个煮做一碗糜。哦，啊若早起吼，无爱食甜的朋友吼，来啉即碗糜上好。哦，迄一喙落去吼，食到千变万化的气味哦。啊，伊内面嘛有掺一寡红菜头吼。包括增加伊的甜度，好食。我们这边的社区哈，老人跟小孩很多，那常常有客人来买粥嘞，就说可能就认为说青菜呀、或者是香菇啊，他们咬不动就不要加。那我们就讲说这样子哈，觉得说，尤其是老人小孩的营养应该要比较够。那我们一开始就是想说帮他们用剪的，把这个菜呀、香菇这些东西给它剪碎，需要它研磨的，需要碎的哈。那像有时候瘦肉客人他也咬不动，我们也可以用绞肉，可以说是客制化啦，就是尽量方便客人啦。想袂到一个酒店有遐尼侪种无共款的食法，会当炖肉、生鸡，搁会当煮圆仔汤，甚至会当配搭冰冰的牛奶，凉凉啊啉。即马这个酒店的生意已经有第3代的后生来接班啊，要将这个微微啊酸、微微啊甜的口感继续传承落去。